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宜康最新嘅一條影片啊！唔經唔覺，我哋原來都已經嚟到5月啦喎。2026年都已經過去咗1/3。踏入5月，代表住我哋春天都嚟咗一段時間，甚至乎差唔多離開，準備迎接夏天嚟啦喎。相信你哋亦都留意到天氣亦都有一啲變化啊！溫度暖咗好多啊，而且唔知你哋會唔會留意到日照時間亦都長咗好多呢？好多時，如果你哋夜晚8、9點嗰陣都未瞓嘅話，望出個窗出邊，個天依然都仲未黑齊㗎喎。你哋又準備好迎接夏天嘅嚟臨未啊？講開又講，唔知你哋之前有冇留意過一單新聞？佢就話原來加拿大嘅天氣變得越嚟越奇怪，一啲過渡性季節變到越嚟越短啊！意思即係話春天同埋秋天嘅日子就越嚟越少，而夏天同冬天呢就特別長，而且啲溫度可能由早排明明都仲係好凍好凍，突然之間唔使過得幾耐，就變到好熱好熱咁樣，而且一啲極端嘅天氣出現得亦都會越嚟越頻密啊！就好似一啲可能好熱好熱嘅日子會出現得越嚟越多。唔知今年我哋嘅夏天又會唔會好似上年咁，有一啲日子係溫度去到接近40度嘅呢？講開夏天，我哋5月5號啊，就係我哋中國傳統節氣嘅立夏啊。立即係開始嘅意思，而立夏呢亦都代表住夏季正式開始啦喎。雖然我哋嘅天氣未必即刻會變到好熱好熱咁樣，不過好多時可能亦都變到更加多雨啊，甚至乎行雷咁嘅日子，而且我哋嘅太陽亦都會變得越嚟越遲落山啊！而我哋5月另一個中國傳統節氣就係喺5月21號嘅小滿啦。小即係仲未完全成熟嘅意思，而滿呢就係代表住飽滿充實，所以小滿就代表住啲農作物啊，佢哋雖然就變到有少少飽滿咁樣，不過就仲未去到可以收割嘅時候，所以嚟緊嘅日子天氣依然會繼續咁溫暖同埋多雨水，去幫助農作物成長嘅。除咗中國傳統嘅節氣之外，我哋5月都有一日係加拿大嘅法定假期嚟嘅喎，就係5月18號嘅 Victoria Day 啊！呢一日係加拿大嘅法定假期之一，用嚟紀念維多利亞女王嘅生日。同時，好多人亦都會認為呢一日係加拿大夏季正式開始嘅日子啊！原來加拿大係喺1845年開始已經會幫維多利亞女王慶祝佢嘅生日㗎啦。後尾慢慢變成全國嘅節日添，好多唔同嘅城市都會有煙花表演嘅喎。而且因為係 Long Weekend，好多人亦都會趁住天氣變得暖咗，會去下露營啊，去下郊外地方慶祝咁樣。除咗 Victoria Day 之外，5月仲有一個日子係全世界嘅媽媽或者係仔女都好重視嘅。呢個就係5月10號嘅母親節啦。其實每年5月第2個星期日都係母親節嚟嘅喎，而呢一日就係為咗感謝媽媽喺屋企擔任一個照顧者嘅角色。呢一日可以等屋企嘅仔女表達下佢哋對媽媽嘅感受或者係愛意。通常母親節慶祝嘅方式可以係送花，或者係送一啲禮物俾媽媽啦，又或者為咗佢煮一餐飯啊，
等佢可以輕鬆下休息一下嘅。當然呢個節日最重要嘅並唔係禮物有幾貴，而係我哋嘅心意同埋感謝啊。所以母親節亦都係提醒我哋要珍惜屋企人同一個表達愛意嘅機會嚟嘅。講完節日之後，我都好想同大家講下，其實5月嘅加拿大風景都會開始變得好靚嘅啦。因為當春天嚟到之後，樹上面嘅花都慢慢開始盛放，而5月頭呢，就係多倫多嘅櫻花樹盛放嘅日子啊！試諗下，當一陣風吹過嘅時候，樹上邊好多嘅櫻花花瓣都一齊飄落嚟，嗰個景象其實都真係好震撼、好靚嘅。所以每年都有好多人特登趁住呢段時間出去欣賞下櫻花，同埋影下相留念啊！除咗樹上面嘅櫻花之外，好多人都會喺5月呢個時候去農場度欣賞下鬱金香嘅。鬱金香比起櫻花有更加多唔同嘅顏色，七彩繽紛咁。而且喺農場嘅鬱金香係一大片花田咁樣開嘅，望埋去真係好震撼。所以好多人都會可以走落去近距離咁欣賞鬱金香之餘，仲同佢哋一齊影相留念喎。講咗咁耐，又係時候同大家玩下遊戲，動下腦筋啦喎。今次同大家玩嘅遊戲係叫做數秩序啊。平時大家數數字都好叻嘅，數1至10都可以好快咁數到出嚟。所以今日我就會俾大家睇返一堆數字，等大家估唔估到中間佢哋嘅規律係乜嘢？漏咗嗰個數字又會係咩嚟呢？好，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嚟試下玩啦。第一條，我哋見到嘅數字分別係1、3、5、7，之後就跳到去11同13。咁中間漏咗嗰個數字係咩嚟呢？冇錯啦，就係9啦。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單數嚟嘅，而且由細到大咁樣排，係咪好簡單呢？我哋又嚟睇下下一條啦。第二條，我哋見到嘅數字分別係2、4，跳咗之後就係8，再跳之後就係12同14喎。咁中間唔見咗嗰兩個數字會係咩呢？係啦，中間就係6同埋10啦。因為佢哋全部都係順住上嘅雙數嚟嘅。我哋又嚟睇下一條啊。今次啲數字係11、22、33、44，然之後呢，跳咗就去到66、77，再跳上去最後就係99。咁中間漏咗嗰兩個數字係咩嘢呢？係啊，係咪好簡單啊？分別就係55同埋88啦。佢哋中間都相差11咁樣順住數上去嘅。好，我哋又再睇下一條咯喎。今次呢一條數字就大啲啦，去到3位數，分別就係100、200、300，跳咗之後就去到500、600、700，同埋最後嘅900。咁中間漏咗嘅數字會係乜嘢啊？冇錯啦，就分別係400同埋800啦。我哋又再睇下下一條係乜嘢數字先。今次呢一條嘅數字係110、210、310、410，之後跳咗就去到610、710、810，同埋最後係乜嘢呢？冇錯啦，呢兩個數字都好簡單嘅啫，分別就係510同埋910啦。佢哋每個數字中間都係差100咁樣數上去嘅噃。好，咁我哋又再睇下下一條啦。下一條我哋見到嘅數字分別就係90、80、70、60，跳咗之後就係40、30，再跳最後一個就係10啦。
中間漏咗嘅數字又會係乜嘢啊？係啦，就係50同埋20啦。因為佢哋每個數字都相差10，然之後又係由大數到落細咁樣嘅。好，我哋繼續又睇下下一條嘅數字係咩啦。今次嘅數字分別係3、6、9、12，之後跳到去18、21，再跳到最後嗰個就係27啦。中間漏咗2個數字，又會係咩呢？你哋係咪都計到啦？係啊，就係15同埋24啊。因為呢啲數字都係3嘅倍數，由細數到大咁樣順住數上去。好，我哋又再睇下下一條啦。下一條嘅數字分別就係5、10、15、20，再跳去到30、35，同埋最後跳到45喎。咁中間漏咗嗰2個數字，又會係咩呢？係啦，分別就係25同埋40啦。因為今次就係由5嘅倍數，由細到大咁數上去。除咗倍數，我哋又睇下一條啲數字會點排列啦。今次我哋見到嘅數字分別係9、1、1、9、1、1、9，然之後跳到最後嘅1。咁中間嗰個會係咩數字呢？係啦，就係1啦。因為佢每次都係911、911、911咁樣順住數落去嘅喎。好啦，我哋又試下睇埋最後一條啦。最後一條嘅數字分別就係98、87、76、65，跳咗之後呢，會係43、32，再跳到最後就係10啦。咁中間嘅數字會係咩嚟呢？你哋睇唔睇得出佢中間個排列次序係乜嘢啊？冇錯啦，嗰2個數字分別就係54同埋21，因為佢哋每個數都中間相差11，咁樣由大數到落去細咁樣。好，玩完呢啲輕鬆簡單嘅遊戲之後，我哋又係時間睇下嚟緊6月會有乜嘢特別節日啦喎。5月我哋過咗母親節，嚟到6月就有父親節啦。日子就係6月21號，同母親節一樣，父親節係一個對父親表達感謝嘅節日嚟嘅。多謝佢哋喺屋企扮演嘅角色㗎。好多時都一樣，每日出街食餐飯，送下禮物，陪下爸爸做一啲佢鍾意做嘅活動。另外喺6月19號啊，係農曆嘅5月初5，亦即係我哋華人一個傳統嘅節日端午節啦。端午節其實已經有2000幾年歷史㗎啦。而喺端午節好多時傳統習俗，我哋都會食下粽，又或者睇下人哋爬下龍舟咁樣嘅。唔知你哋又鍾唔鍾意睇人哋爬龍船嘅比賽呢？好啦，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喎。嚟緊6月係夏天正式嚟到嘅日子啊，亦都係我哋可以好好出去戶外玩嘅時間，可以享受下一啲溫暖嘅天氣同埋好珍貴嘅陽光。你哋又有冇咩計劃去邊度玩啊？希望你哋出去玩嘅時候會開心，亦都安全啦。好，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喎，拜拜。